首屆新高中課程嘅學生畢業，唔少畢業生都將成套新學制嘅教科書賣出，而好多家長就為咗慳錢，都會替仔女購買呢一啲舊書，令到二手教科書變得非常之渴市。由於二手教科書嘅利錢非常之豐厚，一買一賣可以賺出達30%嘅差價，自然就成為二手書店爭奪嘅目標。部分書店為求收書，竟然違反最低工資條例，以津貼或者佣金為名，聘用大批幼稚未成年暑期工揾客收書。但係有啲書店提供嘅所謂津貼，計起嚟時薪低過11蚊，仲要做滿20日先至可以攞到。我哋嘅記者假裝係中學生，到多間二手書店應徵暑期工，其中一間書店嘅負責人就講得好白，話份工冇底薪。暑期工同書店之間只係以友好合作形式運作，話就話係互惠互利，其實講穿咗，只係書店想利用應徵者揾更多嘅朋友嚟買書，之後再出街揾客人買書咯。係咪請人啊？我哋嗰啲所謂嘅請人係全部都係計佣金底咁樣嘅。即係份工係揾啲朋友嚟買書嚟收。基本上我哋呢啲冇話要趕住個時間喺度嘅。我冇底薪嘅。因為佢哋會好落去喺條街度揾客啊嘛。書店嘅負責人仲話，出外派傳單揾客只係屬於自願嘅工作，唔會有薪酬。聽起嚟真係終極嘅剝削啊！但係仍然有唔少學生心甘情願去做，認為佣金可以達到舊書購入價嘅1成。不過好多所謂嘅暑期工招聘其實都係假㗎，話就話有興趣請你，但係講到尾，書店睇中㗎始終係應徵學生嘅舊教科書。即係我要攞啲書過嚟俾你哋。最好啦。咁我係咪要去攞咗書過嚟之後先再問翻你哋咁樣？係啊。不過呢一啲無良二手書店嘅行為，好可能已經觸犯法例。有執業大律師就話，只要僱主規範員工返工同放工嘅時間、工時或者工作性質，即係顯示雙方有僱傭關係，受到勞工法例監管。如果唔俾最低工資、唔供強積金又唔買勞工保險，即可以被檢控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